基于保护两个小孩，我们第一个时间就是要先通报家长。那家长表示不让孩子在学校接受采访。对，那说他表示他马上要来带走孩子。那园方当然就是先表示孩子今天没有来，所以就顺利让家长马上把孩子带走。那社会局要求他们有看到孩子，一定要我交出孩子。问题是孩子已经爸爸接走了，所以我当下就打电话给爸爸。那爸爸在跟我通话当中，我就把电话直接转交给社会局的人员。那由社会局的姚先生直接跟他约到家里面约谈。我看到的时候，孩子是已经淤青的状况，是晕开的。好，那淤青的状况是已经晕开了。那我有问孩子，孩子说是他跌倒的。好，那老师表示说，孩子也是跟他讲说是跌倒的。那我想一想，后来我也约谈了爸爸，爸爸也跟我说，那是跌倒的，他没有打小孩。那我也告知家长，如果被我发现到你打小孩打成这样，我一定会通报。我觉得这个是子虚乌有的事情。如果今天我不当体罚，甚至于像他们讲的是家暴的话，那这个小孩子不可能跟我的互动是这么良好的。那我觉得他们今天把事情给夸大化，而且针对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他们未经到一个完整的求证的态度，他就这么做了，对我的生活上真的造成了一定的困扰。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单亲父亲，那相信在现在这个社会上，单亲父亲他所承受的经济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未经求证，甚至于说他们没有任何的证据摊出来，就想要这么做，那我觉得对我的小孩子跟我暴露在这样大众舆论的压力下，我觉得我的精神压力非常大。园方通知我说有社会局的人会同教育局要来看我的小孩，我当下我其实就说了，我不要，我要接走。然后接走之后，我马上就打电话给园方的园长，然后跟他说，社会局在你旁边，你把电话给他，我直接把我家住址告诉他，然后看他们什么时间点方便，然后直接过来我家访谈，因为我不想要让我的小孩子曝光。那请问一下，所以在那一天之前，你已经有特别交代园所，就是说有人要来看你女儿，不管是哪个单位都要先通知你，你为什么要先这样子声明？因为我是离婚状态下，那我的前妻她那边的父亲有一些债务，他的父亲有一些债务纠纷，所以我拒绝任何人以各种不明的情况的名义之下来对我的孩子进行访查。